校長、副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早晨。我係2A 班嘅施鴻鈞，我係2A 班嘅魏有軒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兩個主題，第一個係正向思考，第二個係禮貌。有人會覺得呢兩個字聽落有啲老土喎，好似係成日喺書度成日見到，但係其實佢哋比我想象中更重要，因為正向思考同禮貌會深深影響我每日嘅心情，甚至會影響身邊人對我嘅睇法。乜嘢係禮貌呢？禮貌可以理解為以謙虛、尊重、友善嘅態度對待人。簡單嚟講，就係唔冒犯人，願意企喺對方嘅立場諗嘢。想像一下，如果今日有兩個人同你問路，一個冇禮貌而且仲大聲講嘢，另外一個人用唔該晒、麻煩你咁樣嘅字眼，你會幫邊個呢？答案好明顯，禮貌唔只係規矩咁簡單，而且仲係用尊重同埋體諒嘅表現。俗語話不學禮，無以立。一個冇禮貌嘅人，好容易同人起衝突，難以獲得信任同幫助。相反，有禮貌嘅人會令人感到舒服、信任、願意合作。呢啲都係人際關係中非常重要嘅特質。喺日常生活入邊，禮貌係人與人之間嘅橋梁。喺工作嘅場合入邊，禮貌係一種專業嘅表現。例如的士司機、售貨員、侍應、酒店前線人員等等，佢哋代表嘅唔只係個人，仲係公司甚至城市同國家嘅形象。一句早晨、一個微笑、一個體貼嘅問候，都係令對方感到關懷同溫暖，令社會影響遠比我哋諗嘅重大。有人話喺文化入邊，禮貌係社交接觸嘅潤滑劑，呢個話講得好啱啊！因為禮貌正係人際之間嘅橋梁，令社會更和諧。可能大家會問，禮貌同正向思維有咩關係呢？其實有禮貌正正係一種正向思維嘅展現。當你對人講聲早晨，表示你願意傳達呢份友善；當你真誠咁樣講聲對唔住，其實係勇於表達自己嘅錯誤，尊重他人感受。當你講聲麻煩你、唔該晒，其實係多謝人哋幫你做嘢，表示你對人嘅體諒同埋感激。呢啲日常生活中細微嘅禮貌行為，正正係一種正向思考嘅體驗。因為有禮貌嘅人懂得從人與人之間嘅互動入面發現美好同善意。當你以尊重友善嘅心對待他人，世界都會以溫暖積極嘅方式回應你。正向思考唔係強行樂觀，而係用禮貌同埋感恩去建立一個和諧、更開心嘅日常。即使你面對困難嗰陣時，你都會願意尋找事物中嘅美小美好。當你懂得欣賞他人、心懷感恩嗰陣時，自然就懂得有禮。當你懂得有禮嗰陣時，你就會發現原來生活中都會充滿着珍惜嘅時刻。同學們，禮貌唔應該只係口號，而係要落實喺生活中。從一句問候、一聲感謝、一個微笑開始，呢啲細微嘅改變，足以令校園氣氛更和諧，社會更溫暖。如果每個人都可以以禮待人，以正面嘅態度面對生活，我相信我哋每一日都會過得更快樂，而我哋嘅世界都會變得更美好。我哋喺度呼籲大家積極締成校園和諧氣氛。下個星期1至5，學校會進行講早晨活動，到時同學返到學校見到老師唔好怕醜，而係主動同老師打聲招呼。我哋今日嘅分享到此結束，多謝大家。